喺居住環境咁密集嘅香港裏面，竟然可以揾到一個集娛樂、運動、生活休閒同埋飲食於一身嘅大型新盤。講緊嘅就係新鴻基傾力打造歷年最大型嘅海岸發展項目高柏啦。成個項目總共提供咗接近1萬伙嘅單位，而喺我身後面呢個模型咧就率先展示咗 1A2 期嘅 Sierra C。Sierra C 總共有4座嘅物業，提供咗781個單位，戶型咧由279尺嘅一房去到1021尺嘅3房都有㗎，而大部分嘅單位咧仲可以享有海景或者山景添。而喺交通方面，呢個基座咧仲會有一個大型嘅交通總匯，而有唔同嘅線路咧往返烏溪沙站、大學站同埋沙田站。聽講話路程只需要幾分鐘添。而喺基座商場呢度，總共有40間嘅商戶，當中包括咗一田超市、中大嘅醫務中心，同埋出年咧仲會有一間英基嘅國際幼稚園添。除咗會所設施之外，高柏 Sports 同埋高柏 Aqua 分別都提供咗唔同嘅陸上同埋海上活動，啱晒好動嘅你哋啦！呢個高柏實在太大，講極都講唔完啦！我哋而家率先帶大家去睇咗示範單位先，下一集咧我哋就會去到現場參觀。Go！好，率先跟我入嚟參觀一座 G 單位，受面積301尺嘅一房間隔。好，首先咧，我哋見到咧入門口左手邊咧就已經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呢度咧都有一啲洗衣機啊、煮食爐同埋一啲蒸鍋爐呢，都已經配備晒俾你哋噶啦。咁另外上方咧都有一系列嘅櫥櫃咧做儲物空間，門後邊咧都有一個咧雙門嘅大雪櫃，儲存到好多食物添。咁而門後邊呢度咧都有一個鞋櫃啊或者儲物櫃咧都已經做晒俾你噶啦。咁客飯廳嘅空間呢一度咧就可以剛好擺張小型嘅梳化加電視櫃喺呢度坐下睇電視睇下風景，享受埋個露台。咁我哋睇埋個房間，入到嚟睡房呢度，哇！已經見到超大個落地玻璃窗啊，採光度十足啊！而且咧房間闊到呢度咧超過3.1米，擺得落張 king size 嘅雙人床，仲做到衣櫃添。同埋咧呢度樓底咧有3.3米咁高嘅，空間感十足。我哋睇埋浴室啊！跟住落嚟就會係一座 J 單位，實用面積453尺嘅兩房間隔。好，跟我入嚟，入到嚟咧就已經見到係一系列嘅工作台面啦，就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咦，有埋焗爐啦、煮食爐，同埋咧上面都係一啲儲物嘅空間嘅。好啦，入翻嚟客飯廳呢一度啦，好明確見到咧客飯廳都好分明啊，可以擺翻張2至4人嘅飯台喺嗰邊啦。咁另外客廳呢一度咧都可以做翻張3座位梳化，加埋茶几、電視櫃，完全都冇問題。同埋咧都係一系列嘅趟門咧出露台，享受翻風景㗎。好，我哋參觀埋睡房。細房呢一度咧都可以做翻一個小型嘅書房，咁見到咧都係落地嘅玻璃窗啦，同埋 standard 嘅 size 都可以擺到雙人床嘅。咁另外咧，浴室呢一度咧，其實空間感都十足嘅，見到咧有窗嘅設計啊，咁同埋咧呢個屋苑咧大部分嘅單位咧都會係明廁嚟㗎。入到嚟主人房呢度咧，眼見咧可以擺張 queen size 嘅雙人床，同埋後邊咧都有落地嘅大玻璃窗，有翻十足嘅採光度。咁同埋咧呢個樓盤咧嘅設計咧，擺完張 queen size 嘅雙人床咧都唔會阻擋到呢個工作平台，而後邊咧都仲可以擺翻個衣櫃添。我哋參觀埋間3房啦。跟住落嚟就係3座 H 咧523尺嘅3房單位啊！咁入到嚟咧，其實呢個就係裝修咗嘅示範單位啦。咁發展商就做咗一啲儲物櫃咧喺入門口呢個玄關位置。咁轉埋入嚟啦，就已經係見到係飯廳啦。咁飯廳咧就做咗一啲特色牆啦，同埋一啲中空嘅氣氛燈喺上面啦。好啦，入嚟客廳啦，發展商擺咗梳化同埋電視櫃喺度啊，空間感都十足噶。咁另外咧，後面就係露台享受景觀嘅位置啦。呢一隻間隔咧，採用咗半開放式嘅廚房設計，隔絕到油煙之餘咧，都唔會感覺到局促啊。同埋咧，除咗呢一個大型嘅工作台面之餘咧，發展商都好細心，做咗上方一系列嘅儲物櫃，等你哋嘅廚具咧可以整整齊齊擺列啊。
呢一間睡房呢，發展商打造成為一間 BB 房啦，見到好多好和諧啦，同埋圓角形嘅設計。而浴室呢度呢，就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同埋呢個浴室呢都係有窗噶。好，另外一間睡房呢，就擺咗一張3尺嘅床，又有大型嘅採光窗啦，同埋呢有埋一個對流窗。咁門嘅後方呢，都可以做一個衣櫃位置。好，最後就係主人房啦。哇，你睇下，好中意呢個窗啊！270度嘅景觀，加埋呢5尺嘅大床，望住呢個綠油油嘅山景或者海景，人都心曠神怡啲啊！好啦，咁示範單位參觀到呢度啦，留意我哋下集去現場睇睇啦，拜拜。